早晨啊，各位香港嘅觀眾朋友啊，而家今日咧，我喺珠海嘅前山嗱，呢個位置咧，大家係咪好有喺香港街頭嘅感覺咧？嗱，後面呢部的士咧就好似香港的士一樣，冇錯啦。呢個位置咧就喺珠海嘅前山啊，呢個係叫做新蘇豪商場嗱，我後面寫住個名嘅新蘇豪商場。嗱，咁樣睇得比較清晰啲。嗱，佢係佈置得好似香港街頭一樣嘅，有埋呢個紅綠燈啦。呢度都係珠海一個網紅打卡點嚟嘅。咁今日同大家介紹呢度咧，係可以俾大家有一個多嘅選擇。係如果你諗住過嚟珠海呢邊做一個過渡式嘅體驗啊，例如話短租喺呢度住下體驗呢邊合唔合適你咧，都可以選擇嘅。首先咧，呢度下面嘅商業非常方便嘅嚇。嗱，首先前面呢一排咧燒烤店啦，嗱，然之後呢度係酒吧啦，咁啊見到呢度叫風生水起嘅，呢度係茶樓即係可以飲茶嘅。咁前面嗰兩座大廈咧，下面都有底層商鋪有埋茶餐廳仔嘅。OK， 再望過嚟呢邊咧係燒鳥啦即係我哋講嘅燒烤小酒館香港嘅街頭牛雜啦。然之後咧，如果話你想體驗下最新嘅一個酒店咧，呢度有一個新開業嘅酒店呢間今年開業嘅，不過價錢咧就去到350蚊左右一晚嘅如果話你想性價比更加低啲咧，更加平咧，OK 呢棟中安廣場 B 座咧，大概係140到160蚊就可以住一晚嘅啦。咁呢邊咧下面仲有我哋熟悉嘅一個瑞幸咖啡瑞幸咖啡啦。然之後咧，我哋行入去商場入面俾大家睇一睇啦。呢度咧係一個3座大廈3個商場連埋一齊嘅，有好濃厚嘅一個香港風格嘅。呢邊係食雞煲嘅啦，後生阿姨小酒館。然後咧呢個係一個動漫主題嘅，因為佢經常有搞啲 cosplay 之類嘅呢啲活動嘅。而家冬天啦，好彩而家裝咗呢個門咧，入面就冇咁凍嘅。KFC 酒樓咧就係3樓，即係如果喺呢度短住一段時間咧，佢有幾個好處。第一個，下面咧係我哋繁華嘅一個商業星巴克星巴巴。然之後我哋去到關口咧，就係去拱北關口3公里到12分鐘，去港珠澳大橋8公里度都係15分鐘左右嘅時間，你就可以直接翻到關口嘅。然之後附近咧係有拱北醫院醫院都有，好方便。呢邊咧就係可以食麵嘅，前面咧烤肉樓下咧仲有呢個有米粥就喺下面海鮮粥底火鍋嘅然之後前面咧奈雪嘅茶越南牛肉粉前面仲有一間係我哋麥包代言嘅6樓後座啦，見到嘛？茶餐廳再往前咧就係一個食辣嘅比較辣嘅嗰啲成都嗰啲個名好硬係記唔住係啦，容記應該係叫容記啦。呢幾間咧就係食辣嘅容記龍虎呢間仲有個陝西嘅老麵館老王輝好前面裝咧仲有小型大盛嘅，呢個就係港式茶餐廳第一家就喺中安廣場樓下。然之後咧，成個珠海中山咧擴散得好快嘅，1年時間就擴張咗12間連鎖。呢邊咧就仲有火鍋館啦，入去就下面係有超市嘅。咁再過嚟咧，直接佢兩個商場就好近嘅，就嗰個行幾步嘅咋。過嚟呢邊咧就係中安廣場噶啦。因為前面嗰個咧就商家就冇咁多嘅，係中安同呢個新蘇豪咧係兩家商場咧嘅商戶係
做得比較好啊，招商做得比較好嘅。嗱，好似莊安呢邊咧，一間係萬豐酒店啦，然之後咧上面咧係有個餐廳嘅嚇。OK， 行過去睇下，過下馬路先。即係如果你選擇呢個位置嚟做一個短租嚇，係 OK 嘅。體驗呢個，即係你住喺呢度幾個月時間，你可以周圍去唔同嘅區域去了解。因為翻到嚟咧，你起身或者係考察完翻到嚟咧，都係有地方食嘢嘅。然後周圍附近都係好方便。嗱，我哋往右邊過去就係環宇城，往前面去咧就係呢個華里啊。再往後咧就唔到8分鐘啦，就到華發商都，即係幾個大嘅商圈都連接佢嘅，比較方便。嗱，呢邊就小型大城啦，第一間店係創始店嚟嘅。而家莊安入面咧就嘅商業佈局咧就係做咗時裝嘅。咁2樓咧好好嘅，有珠海嘅一個比較出名嘅本地超市嚇。嗱，超市個名恒泰嚇，因為一下子記唔住啦，恒泰超市。嗱，呢下面咧就食鋸扒嘅牛肉麵嚇。再過去咧就係漢堡王啦。OK， 咁呢度咧佢可以短租嘅選擇就係莊安廣場咧，佢有啲60平方嘅 loft 或者平層咧，1個月租金2500蚊。而家帶大家上去望一望下。嗱，呢度咧就係 B 座嘅，而家咧就上去樓上。嗱，呢度而家就有月租係2500蚊1個月，即係包埋家私啦，包埋電器啦，你可以講係拎包入住嘅。然後呢種咧就有優點都有缺點嘅嚇。呢度大堂。總共咧有5部 lift 嘅嚇，佢有分嘅雙數層、單數層，有啲咧係全部都可以攞到嘅。咁我哋而家上去18樓。18樓。呢幾部 lift 咧係唔需要掃碼嘅，呢度有掃碼位置，有啲咧係需要掃碼嘅。其實呢度咧交樓有6年嘅時間啦，2019年交樓到而家，有6年時間。咁中間咧係賣咗大部分，仲有一小部分係未賣嘅。咁發展商咧當時就將佢託管俾酒店，所以佢都收咗幾年嘅租金。咁當然啦，樓價而家係降咗嘅。當時最高峰係28000一平，依家應該係13000一平到
即係斬咗一半啦樓價，從170萬而家斬到80幾萬咯因為業主嘅啲單位咧放租有啲唔想話託管俾呢啲酒店即係公寓啦，佢就租金咧就自己租出去2500蚊一個月OK。OK 呢個咧係示範單位，其實同你租緊嘅單位係會係一模一樣嘅。入門呢度咧會有個開放式嘅廚房呢個係託管俾酒店嘅，所以佢會有電子卡。如果係直租業住嘅咧，就唔使有電子卡嘅。開放式廚房，咁唔可以用天然氣嘅，只可以用電磁爐但係基本你住喺呢度咧，會好少用到基本下面好多嘢食啦，唔使話自己落去買餸翻嚟煮飯啦。下面呢度係廁所嚟㗎有洗衣機空洗一體化嘅，然後呢度係淋浴區啦、馬桶區啦，乾濕分離都幫你做好嘅，都幾 OK 嘅然之後咧，呢度係觸摸屏控制我哋啲燈同埋呢個空調嘅。呢度要特別講一下呢種公寓咧，佢嘅管理費大概係5蚊咁咧一個月嘅話就200幾300蚊算係貴嘅。第二個咧就係空調嘅費用會比較貴。如果喺夏天你係一日開足7-8小時嘅話，你一個月可能要去到1200蚊嘅一個空調電費呢一點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如果話你短租咧，可以揀呢種冬天嘅時候，夏天就唔建議啦，因為咧電費會好貴嘅。OK， 再過嚟呢邊咧，佢會有個 sofa 區嘅呢度餐廳區啦。然之後呢邊係瞓覺嘅床褥呢度可以間開佢。一般嚟講咧，唔一定有電視嘅業主租出去。呢個咧佢係做咗一個 loft 嘅結構，即係等於話如果話你多幾個人住咧都可以嘅，樓上有得瞓，樓下有得瞓有啲係做平層嘅業主咧，可能呢度就會間咗佢嘅，將佢間開咗呢個係示範單位嚟嘅。如果依家買呢種單位應該就80幾萬嘅，但係租咧你只需要2600蚊就 OK 嘅啦。下面咧就係呢個新蘇豪嘅後街嚟嘅就好似香港街頭咁樣一樣嘅呢邊係3座大廈後面呢個咧心宇富通，下面仲有一啲底層商業嘅咁望過去呢一度啦，富華里 OK 可以見得到富華里啦。我哋呢度行路都行得到嘅，不過行路大陸比較大你行路咧可能要行到15分鐘啦坐車就好快嘅啫你打個滴滴6蚊雞OK 你就可以過到去啦。呢度咧可以適合俾大家攞嚟做一個短租落腳點嚟考察呢邊適唔適合你喺呢度居住生活睇樓各種嘅一個活動都可以嘅2600蚊嘅一個租金而家都有10套嘅呢種可以出租嘅房源嘅有中意或者係想要臨時喺呢度落腳體驗一下嘅朋友咧可以聯繫我帶你過嚟呢邊睇下呢邊嘅租房。OK， 今期視頻係咁啦，拜拜。而家咧有套咧係業主啱啱清退出嚟嘅，就係之前咧佢託管俾呢個酒店嘅，依家咧佢就收翻唔託管俾酒店啦。咁而家現有嘅情況係咁嘅，廚房呢度係有嘅，開放式廚房，然之後咧洗手間咧係冇咩太大變動呢度少咗個洗衣機。然之後呢度係沖涼房廁所。而家嘅現狀咧就係空房就冇家私同埋一部分嘅電器。當然啦，呢度咧嘅景觀就好一啲嘅。前面咧可以見得到前山河對面嘅紅樹灣就係豪宅嘅區域嘅。呢度咧係11樓嚟嘅下面咧係5樓嘅空中花園平台。
嘅呢一套嘅單位咧嘅景觀視野係比較好嘅。嗱，上面咧都可以擺張床嘅。如果話想要康房租嘅朋友咧，都可以睇下呢一套嚇。康房價錢就會平幾百蚊。如果話你想要業主配埋呢個家私，例如話梳化床啊、廁所入面嘅一個洗衣機啊，然之後冰箱啊等等啦，都可以配嘅嚇。價錢咧就會貴一啲。如果話全部配新嘅咧，可能就去到2800到3000蚊嘅嚇。如果話康房咧，可能價錢就會平一啲嘅，係咯。如果話大家想喺呢度先租嚟體驗一下咧，可以聯繫我，詳細嘅情況咧後台私信我。下期見，拜拜。